各位同學，大家好啊！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23題嘅選擇題啊。如圖所示喎，一個帶負電嘅粒子啦，咁我哋當咗係一粒電子先啦。咁啊進入一個嘅電場，OK，咁我哋見得到啦。咁其實呢個電場呢係一個平衡嘅電場嚟嘅，咁即係話呢，我哋當咗呢一度呢就有一個正嘅平衡板。一個呢一邊呢係有一個負嘅平衡板嘅，咁先至能夠令到佢呢產生到一啲由正去負嘅一啲嘅平衡嘅電場嘅。好啦，其初始嘅速度呢係 v 喎，OK，咁啊跟長力線呢係垂直嘅，OK，即係一開始呢，我哋俾咗一個速度佢個速度呢係 v 嚟嘅，OK。好啦，重力嘅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問你粒子 X 可以會係點啊？可能會係點？OK，呢個相當簡單嘅啫。OK，其實我哋當咗佢係一個地球嘅拋物線咁去睇呢件事就得㗎啦。OK，咁即係譬如呢，我哋喺一個地方，OK，我哋將一件物件呢係向呢個方向拋，咁而以嗰個速度 v 嚟講呢。咁因為呢個 v 呢，當佢離開咗呢個跳台之後呢，其實呢件物件呢會沿住一個拋物線嘅形式就鑿到嗰個嘅地下嘅，OK，鑿到嗰個地下嘅。咁其實咧呢個情況點解會係咁啊？咁啊個原因係因為當佢離開咗呢個地下之後呢，其實佢每分每秒都受住一個叫地心吸力嘅物體，叫做 W 叫 weight 嘅物體呢，係咁喺度吸住佢。個情況呢，其實同翻我哋呢個一模一樣啦。其實就有一個叫做地心嘅加速度，或者叫做地心嘅引力場啊，力嘅引力場啊，OK， 力嘅引力場呢係咁向住下邊，OK，咁啊同樣道理啦，你只需要呢將呢一幅圖呢打橫去睇嘅時候呢，其實呢個情況咪等同於我哋嘅即係題目所講嘅電場喺電子喺電場裏邊嘅運作。咁好明顯啊，電子因為佢係帶有負極嘅，OK，所以佢一定會係吸埋去正極嗰邊㗎啦。咁但係咪即刻吸？幾時吸呢？咁樣係咁樣去吸啊，定還是係咁樣去吸呢？咁樣咁就要睇下佢嗰個本身嚟講嗰個電荷 ，OK， 有幾大啦。如果嗰個電荷係好大嘅，OK， 咁呢好可能呢，佢一開始呢就已經俾人哋吸咗埋去都唔定嘅。但係如果嗰個電荷係相對地細嘅話呢，咁佢呢就可能會吸落去嘅時候呢就會比較慢咯喎。OK，好啦，咁呢一個呢佢冇提到啊，咁佢淨係話有一粒帶有負電嘅電子 X 呢就吸埋去啫。咁所以呢，答案呢一定係吸向呢一個部分 R 㗎啦。好啦，但係呢吸落 R 呢都有兩個答案喎。究竟我哋選擇答案 C 定答案 D 呢？以漸減嘅速率沿 PR 去運動啦，定還是係以漸增嘅速率用呢個 PR 嘅情況去運動呢？咁答案當然顯而易見啦，係一路一路咁加速嘅，因為呢一個係有一個嘅加速度 ，OK， 有一個 A 加速度咧向下嘅情況，就好似我哋力學裏邊嘅引力場，佢會一路一路向下有一個嘅加速 ，OK。而嗰個加速度就係地心吸力啫嘛，地心加速度啫嘛，咁所以呢個情況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呢一題呢答案係 D。呢一年呢揀 D 嘅同學仔呢總共係有63%。OK， 好，咁希望你都識得答呢一類型嘅問題啦。好，同學仔加油啊，拜拜。